根据着这农业部的统计，高雄龙洞狗的数量虽然单年有在减少，不过到台还有万多只。最近旗山的北头山发生这规定龙洞犬甲死梅回路的事件，搁再引起民众对龙洞犬问题关心。最近市政府有去加强稽查违法饲动物以外，也针对着重点区域坑南马要来掠狗，即马搁来提升一种 AI 智慧的监控系统，提升掠狗的效率。 水库内底规群的龙洞犬，甲一只玫瑰鹿为条条吓死命咧嘎嘎。这是顶个月伫旗山马头山发生的事件。当地民众讲，因为附近定有人摕物件来饲狗，造成龙洞犬愈拖愈大阵，唔奈加动物，佫会攻击人。市府接到通报，也随启动专案，除了加强处理违法饲狗以外，嘛用冷仔甲麻醉剂来掠狗。今年伫咧永安区甲旗山区已经掠600多只龙洞犬。现在动保处也建议要结合科技，提升防治龙洞犬的效率。 未来动保处对于海线及山线的游荡犬问题，也将设置 AI 智能远端的监控为例，同时运用无人机来追踪，强化对问题游荡犬的捕捉量能，以对在地游荡犬的族群减量及管控。 根据农业部的统计，高雄的龙洞犬虽然有减少，不过今年也有万多只。传统的掠狗啊、猫的做法，都是摕人啊放物件来吃，人手伫咧边仔等。有里长讲，为着要当猫啊来手术绑起来，有当时掠一只运气好的时免半点钟，运气若歹3、4天拢咧等。透过智慧监控系统来掠狗，一支手机啊就会当控制，伊认为会使来试看卖。动保处有这个想法啦，我是感觉是嘛是袂歹，会当。 先洗个先工啦，就是人力，因为现在人力都有短缺啦，啊，有当现在要真正要开始干底下，真正民的啊驻守底下，如果有这个好的方法，会当试看卖啊。动保处表示，智慧监控系统上今年底进前就会来做，啊，那现阶段会针对49大重点区域来考劝民众卖乌白饲龙洞犬。若是发现有违法的情形，就会录影提供环保局按照废清罚开单，上悬罚6,000块。记者郭家祖、邱超阳、高雄仓报道。